年大鱼大肉好负担，健康年菜教您聪明煮。主厨示范教学，教您在家也可以轻松出好菜。金鸡祈福温沙律。首先的是去骨鸡腿肉，煎之前先上一些胡椒盐，让它有味道。然后鸡肉的部分可以先从肉的位置先划个几刀，然后它在煎的时候比较不会卷起来。因为鸡腿它的肉蛮厚的，所以我们在煎的时候要先让大火让油热，然后鸡肉下去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煎。然后在煎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先来处理这些生菜的部分。那美生菜我们不要用切的，我们用剥的就好了。紫红生菜跟美生菜一样，都是要先冰镇过，它脆度才会出来。然后一样也是用剥的就好了。玉米笋我们有先汆烫过了，它汆烫的时间大概8至10分钟。洋葱一般切丝过后，它要先冰镇冷水，然后泡大概15分钟，它才能够减轻它那个洋葱的辣度。番茄就随意切，看个人喜欢吃什么样的形状都可以。小黄瓜也是要汆烫过，但是它汆烫的时间就热水滚之后，稍微烫一下就好了，因为烫太久，它小黄瓜会变得不脆。因为汆烫最主要是要杀菌，虽然说有的人是他会生吃，但是还是要汆烫一下，会把那个菌杀掉比较好。现在鸡肉煎得像这样子，有点金黄色，代表它已经外表已经有那个脆度了。它煎的时候就会把它的油脂给逼出来了。因为它的油脂也是它鸡肉的香气。那现在我们鸡肉快要煎好了，那大家看一下，现在鸡肉已经煎到这样子金黄酥脆了，这样就表示 OK 了。看个人喜好，看要切怎样都可以。这我们刚刚用的沙拉，然后现在先把它搅拌均匀，然后鸡肉放上去就可以了。最后淋上我们的和风酱。和风酱一般超市市售的都可以。这样就完成这道料理了。鲜嫩多汁的鸡肉搭配大量的蔬菜所制成的生菜沙拉，淋上清爽的和风酱，吃起来格外的爽口。也因为热量较低，吃多了也不怕会造成身体过多的负担哦。第二道料理日式红烧鱼报喜。
然后开始为大家示范这一道料理。然后现在要下去的是水，然后是清酒，然后酱油，然后味淋，然后等水滚的时候，就可以把鱼放下去。因为这一道菜它是属于焖煮的，然后鱼本身要选一些比较可以耐煮的，不要说一煮就会烂掉的鱼。我们先放老姜，老姜整块，然后先把它打过。老姜是要去除鱼的腥味。鱼一般我们在买的时候就是要选它的新鲜度，然后它的新鲜度是由它的鳃旁边的鳃，然后还有眼睛下去看。如果鱼的眼睛看起来很亮、很透明的话，还有它的鳃很鲜红的话，表示这只鱼很新鲜。这只鱼它身上有划刀。是要让它的味道能够比较入味。然后水滚之后，我们其他的食材也可以下去。那食材选择是要选择比较耐煮的食材，因为它煮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你选一般的食材。一般比较容易烂掉的食材，它煮起来就会变烂，不会呈现整颗的状况。以日式料理来讲，这一道菜算是蛮健康的一道菜，因为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添加物，就单纯的水、酱油、味淋，还有清酒这样子而已，所以它吃起来算是蛮健康的一道食材。然后以日本人来讲，日本口味它是属于比较咸、比较甜我们在台湾就是会把它改良，就比较没有那么咸，没有那么甜。那我们现在这个鱼已经快好了，然后就把青花菜丢进去，然后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来，大家看一下，它已经收到快没有汁了，那这样子就 OK 了。接下来把剩下的食材摆摆就可以了。然后汤汁把它倒进去。旁边放一些姜丝，可以配着鱼吃。这道日式红烧鱼报喜健康的料理介绍给大家，谢谢。内含优质蛋白质的鱼有 DHA、Omega-3 等营养价值，非常适合全家大小食用。透过熬煮的健康方式来料理，再搭配营养的蔬菜，也可增加膳食纤维，可说是一道健康又美味的年菜料理。过年健康吃，健康饮食法。由市立医院营养师告诉您过年正确的饮食原则，过年不发胖的健康饮食法。所以在这个整个期间其实也不是过年那几天可能从我们现在开始在尾牙聚餐就要开始去做一些注意我们的饮食我会比较建议说，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有尾牙，那我今天午餐可能吃个5分饱就好，就是蔬菜多一点，然后把我的主食跟肉类比例下降。
好，那晚餐吃的起来的时候可能比较尽兴一点哈。那前后2餐尽量简单一点。那过年哈，大家不免可能会大鱼大肉。好，那这个大鱼大肉，我们会建议说，很多人都会可能是购买年菜。那如果购买年菜的话，我比较建议单点。哦，不要说哦，我就整席买回来，整席买回来可能量太多，我可能买个半席或重点就好。那比如说1只鸡，那我可能做几吃的方式。好，那把蔬菜加进来，增加你蔬菜摄取量，我们减少过多的肉类的摄取，这样子。过年团圆大餐，中西餐火锅健康吃。除夕晚上大部分就是我们的那个火锅，啊，火锅是我们的重头戏。那这火锅第一个汤底的选择其实就很重要，我们可能会选择如果说选择比较油腻的一个汤底的话，锅底的话，你把食物下去做一个烹调，那你可能会沾了很多油上来，所以我们建议可能用蔬菜的汤底会是最好的。用洋葱啦，或者现在季节菜像萝卜都很甜，那我们可以用蔬菜当一个锅底，然后再把我的食物下去做一个就是做一个烹调。那就是说，我们可能要避免很多的过多的加工品，比如说，我们可能选择像一些饺类啦、火锅料啦，这些可能尽量减少哦。就是比如说家里有几个人，然后我们去算，我应该差不多购买多少量就好，不要过多，因为过多的话，可能就会让你可能觉得吃不完，然后可能就要硬吃，或者是留到下一餐。那下一餐的话，可能你在复热的时候，如果没有完全。我们如果说今年年菜没有吃完，那我把它做一个冰存，拿出来隔餐要吃的时候，你一定要充分加热，不然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肠胃不适到了医院来，这样就整个就过年就不快乐了哈。所以在这部分，我会觉得你的分量控制要做得比较好，那避免一些加工品。那蘸料的部分的话，尽量减少，就是比较清淡一点。我也可以用酱油啊，加上一些葱花、蒜头下来做简单的一些调味就好，不要过多的一个加工品这样子。那如果说可能很多人都会去外面吃那个大餐嘛，刚刚我讲的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话就是把蔬菜的比例拉上来。蔬菜比例拉上来，不要说我满桌都是肉类，人讲假鱼假爸嘛爱菜噶，我把蔬菜比例拉上来，不要那么多肉类。那现在当然我们可能会会吃什么佛跳墙啊，这些当然就是过年必备的年菜，那就是多少人点多少菜，那把蔬菜比例加上来。那现在我们也因为猪瘟的问题，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吃不完，就是做一个打包。吃不完不要硬撑就把它吃完，那做个打包。可是回家的话，一样是充分的加热这样子，不要说可能就微波了一下，这样可能没有办法。你一定要用电锅啦，或者是瓦斯炉充分的加热，让它到一个中心温度要到75度以上是比较安全的。大鱼大肉外加作息不正常，过年期间肠胃不适该怎么办？中医师告诉您舒缓肠胃不适的妙招：穴道按摩 DIY。通常这个过年因为吃了很多的，包括零食然后又熬夜，然后又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很多，那通常很多人就会有胀气、消化不良的问题。那甚至有些人假设是胃胀的话，他就会在肚脐上面会觉得胀一点。那假如是大肠的胀的话，就是很多大便都大不出来，有时候是在肚脐下面会有胀气的感觉那不管怎么样的感觉，我们都建议可以所有的这个民众，他可以按这个所谓的合谷穴。合谷穴就在我们的大拇指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个虎口的位置就在这里那这个其实是大肠经的原穴什么叫大肠经的原穴？就是说它通常大肠的轴形所以你按压了以后，第一个它可以帮助你消除一些胀气的状况，第二个呕吐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所以假如他吃到已经很想吐了，那就稍微按压这个穴道，每次按压1分钟左右那稍微用力一点，两侧的手指都可以按压，那就可以帮助这种消化不良的感觉的降低。中医养生茶饮推荐，这边我们就介绍几种常用的一些消食帮助消化、消胀气的一些茶饮。那主要的这些角色素材有几个，第一个是乌梅，第二个是陈皮，第三个是山楂，第四个是姜片。那乌梅是它其实就是比较酸收的一点的药那尤其是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民众他们就是已经拉肚子拉很久，你可以泡一点乌梅汤来喝。
那陈皮跟山楂，通常就是说，第一个你有肚子痛、胀气的问题，可以使用陈皮。那山楂其实非常好用哦。山楂除了可以中医在讲山楂消食积哦，消食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吃了很多的肉跟饮食，那它会帮助你消化这些饮食。那其实它主要的功用是，它会增加我们胃酸的那个分泌。那增加胃酸分泌以后，许多吃进去的东西，尤其是肉类不好消化的，就会帮助消化。那所以我们可以泡一点山楂、陈皮、乌梅一起配合使用后煮来喝，就效果不错。那如果呢，这个人他又除了大鱼大肉以外，又喝很多冷饮，那肠胃的痛或者是打嗝的情形，可以配合一点姜片。那以下我们这个图表就告诉各位说，在不同的状况下需要什么样不同的茶饮来使用。第一个是消化不良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消化不良，就是吃太多，或者是说吃完以后你马上又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坐在桌子前面打麻将，它就没办法消化。如果消化不好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第一个拿山楂3克，那陈皮3克，还有姜2片，用500cc 的热水冲泡后就可以喝。那如果当然恶心想吐的时候呢，刚才介绍到的合谷穴就可以按压。第二个是，如果你有拉肚子的情形，拉肚子的情形也是要看什么状况啊。假如我们一开始拉肚子是拉很多或者是说前面一整天都在拉，那当然要注意。可是如果你只有拉2-3次，一天只有拉2-3次，那其实我建议你就是让它多拉几次就没关系整个把这个肠胃里面堆积的这些食物先排泄掉。只要你不会觉得手抖、心悸、出冷汗这种电解质失调的情形，其实让它拉一下反而有助于你的那个肠胃的清空。可是如果你有这种心悸、手抖、出冷汗的情形，赶快第一个要补充电解质，可以喝点舒跑啊、盐水。那第二个，当然就可能要赶快送医。可是如果拉完肚子，你已经停止拉肚子了以后，还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尽量要吃比较清淡的饮食。第二个，你可以吃点苹果泥止泻。那在这边，波医师另外还有一个小偏方就是说我们可以拿那个也是已经烤干，用烤干的干吐司，你可以吃干吐司，它有止泻的作用。那如果止泻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中医在讲养胃气，养胃气其实在中医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怎么样养胃气？其实就是这个煮一点白米汤煮成稠状，每天都喝大概150cc 左右可以帮助调整肠胃，精神也会变好。那第三个叫做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其实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因为第一个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会熬夜的时候，其实肠胃持续在运作，而且又吃宵夜这种其实胃酸就不断的在分泌，而且甜食吃得多，橘子吃得多，柳丁吃得多，其实这种酸性的食品吃得多的时候，胃酸就会上来。那胃酸上来，它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医在讲，台语叫灰色心那另外一个就是状况，就是说他会讲一直想要咳嗽、清喉咙，这种都是胃食道逆流的状况。那怎么处理呢？假如在家里没办法找医生的时候，可以我们拿这个生姜2片还可以拿一些莲藕10克，那加水去熬煮成500cc直接来喝其实可以降低这种胃食道逆流的不适的感觉。过年大扫除造成酸痛问题，跟着物理治疗师一起动一动，小心姿势不良，酸痛上升。过年扫除的酸痛，其实我们还蛮常见的。那通常我们会给扫除的一些就是建议，就是大概有3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尽量要选择比较合适的工具，比如说，可能扫把的一个大小就要合适你手掌的大小，或是说你要吸窗帘的时候，会建议比如说用一些加长管的部分，来取代就是你一个举手过肩过久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的话，基本上要注意姿势。那什么叫注意姿势？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清扫比较高的地方，我们会建议家人尽量是以拿凳子来把自己垫高，而不是举手过高，或是说仰头过久。那这样其实都会容易造成肩颈酸痛，非常常见。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要搬家里比较大的沙发，要移动的时候，清扫底部的时候，尽量建议我们的腿，就是我们要必须把身体蹲低，然后尽量把东西靠近身体。
好，以腿来代替我们的腰的部分，而不是腿站得直直的，身体就直接弯下去做搬运的一个动作，因为这样非常容易造成扭伤。那扭伤的一个腰伤，其实还要愈合上，其实还蛮花时间的。对，然后第3个就是清扫的时间，我们会建议尽量不要过久。比如说，如果可以的话，基本上就是15到20分钟，我们就做一个休息。好，休息下来可能喝口水，或是上个厕所之类的。因为可能往往很多家庭主妇一扫就扫不停，那扫完之后才发现全身疲累嘞。对，那我们还是会建议尽量就是分段进行，好，或是说家人的一同帮忙，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酸痛上升。在家就能做告别肩颈痛。那基本上舒缓酸痛的部分，我也有2个要点跟大家提醒。比如说你清扫完的当下，你就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个酸痛，那首先就是要停下你手边的工作，也就是休息跟冰敷的一个动作。那冰敷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袋子装一些冰块，再加一些水，包一个薄的毛巾，在你需要冰敷的一个部位做冰敷的动作。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第2个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些伸展舒缓的部分。那伸展舒缓前的话，如果说你已经很痛的话，当然就是停止这个动作，单纯休息。那如果说你觉得纯粹就是一点酸痛，不至于到红肿这个部分的话，那等一下就会为大家示范几个动作，可能就是从头到脚的一个部分都有一些伸展的部分。那基本上我们酸痛呢，大扫除之后的酸痛，如果是肩颈的一个部分，我们会建议其实呢，我们呢可以做一个牵拉的动作。那牵拉要怎么做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头可以放在我们牵拉侧这边的头部，然后我们可以往另外一边的肩膀靠近，然后做一个这边肩膀肌肉的一个牵拉跟放松。那至于时间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持续10到15秒，好，然后再做一个放松的动作。来回呢，我们可以做个5回。好，那这个过程当然秒数好跟次数都可以依据你疼痛的一个情况好来做调整。那当然你也可以上一些比较舒缓的、比较良性的一些药膏，这些都是可以的哈。只要在医生建议下，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好，那头呢？除了这个头之外，我们接下来就是肩膀。那肩膀也是非常常酸痛的位置。其实常常打扫完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驼背的一个情况，因为搬重物的关系哈。那驼背可能就是会像这样子，这样一个驼背，我们会造成一个肩颈酸痛，好，跟腰酸的部分。那基本上会建议我们在做舒缓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先矫正你的姿势，先站回原本立正的样子。那你的肩膀也可以做一个往后旋，好，跟往前旋的动作，好。基本上会建议这样，你可以来回做个5次，好，做个5次，达到一个肩膀的放松，好，这样就是肩颈的一个动作，好。那再来呢，最常见的还有腰部疼痛的一个部分。好，那腰部疼痛的一个牵拉就会建议，如果在家有床的话，就是一个平躺的姿势来进行。在腰部肌肉舒缓的一个运动部分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把双膝屈曲，然后呢，用双手环抱着双膝，把它靠近我们的胸部的部分。那我们在往下拉的时候，就会觉得背部有一个牵拉放松的感觉。之后呢，这个动作也可以停留5到10秒，然后你也可以重复5到10次。好，这样子的动作。那如果是针对一些有开过膝关节的妈妈的话，基本上我会建议，没办法到膝盖这么弯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抱在大腿的后侧，把它往肚子靠近，这样一样可以让我们的腰部有一个放松的感觉。在今天的过年特别节目当中，主厨示范健康年菜，让大家透过健康的料理，多摄取蔬菜，来达到营养均衡。3位医师的现身说法，教您在过年期间不发胖，以及改善肠胃不适的小撇步。还有，别再坐着喽，跟着医师一起动一动吧。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过个好新年。